我今日要介紹嘅動物係小爪水獺。小爪水獺主要係用前爪覓食嘅，佢會挖掘沙泥同埋喺石頭底度揾食物嘅。小爪水獺咧，佢哋有又大又尖嘅牙齒，佢哋就會食魚啊、昆蟲、蟹同埋蝦，仲有螺同蜆嘅。小爪水獺咧，佢哋好聰明嘅，佢哋會將嗰啲螺同蜆擺喺太陽裏邊曬，就會曬，將佢嘅殼就會打開，然後佢哋就會容易啲食啦。小爪水獺係易危物種，亦都係中國國家2級保護物種。棲息地因為受到人類嘅發展活動，所以破壞，同埋佢哋人類就過度捕獵小爪水獺嘅食物，搞到小爪水獺嘅食物減少咗好多。